近日多個踩住俗稱子彈仔改裝單車嘅少年喺荃灣一帶手持雜物隨機掟向途人。警方星期三朝早喺荃灣同葵青拘捕4個12至14歲嘅本地男童，涉嫌普通襲擊同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初步調查顯示，被捕人同受害者係唔認識嘅，而4名男童犯案嘅動機，相信喺使用單車徑、公園入邊嘅設施地方嘅行為態度引起口角，而導致以上事情發生。4名被捕嘅男童分別就讀喺荃灣同葵青區嘅中1同中2年級，佢哋係互相認識嘅。佢哋而家呢一刻仍然俾我哋扣留調查。行動中，警方檢獲涉案嘅單車、男童犯案時嘅衣物同埋電話，正係檢視佢哋有冇涉及區內其他案件。而3男1女受害人年齡介乎45至71歲，佢哋冇受傷，唔使送院。事源網上流傳一段短片，捕捉到多個單車少年喺荃灣西海旁一帶聯群結隊穿梭，其後突然向路過嘅途人投擲雜物，然後逃去，最少3個途人遭殃。據了解，男童一度展示單車剎車部件馬蹄鐵，但警方相信佢哋未有用硬物施襲。警方呼籲家長要多加留意子女嘅行為同埋社交圈子。警方亦都想藉呢次機會，特別而家亦都係暑假時間，咁提醒翻啲家長多啲關心、注意翻子女嘅生活、行為同埋佢哋社交圈子。如果留意到有任何異常嘅行為，都可以向相關人士報門，包括社福機構或者學校尋求協助。警方又呼籲案中嘅受害人同荃灣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聯絡。